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0月3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耶利米书33章第1节到11节，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恢复。最近咱的读经拢伫这个耶利米书的记载内底，这个时期的犹大国还未受掠，但是讲真实话的耶利米，却去互伊的王关伫监狱中间。上一章记载着以色列在面对巴比伦的攻打的时阵，咱看见耶利米先知竟然还搁咧叫买土地，只不过是因为伊得到上帝的预言甲应允，70年了后要倒转来这个应允之地。相反，咱今仔日的经文也搁一概强调看到上帝的应允。70年了后，犹大国的人将来要倒转来伫遮重建家园，恢复着过去的这个境况。耶利米先知讲到着这将来的城要恢复，并且伫万国中间得到欢喜、颂赞甲尊荣。耶利米书33章第1节到11节安尼讲着。耶利米要互人关伫监狱的时阵，上主第二遍对伊讲话。迄位创造大地，互伊形成，佮互伊坚固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；要将你毋知伟大奥妙的事指示你。针对城内遐个为着要阻挡对敌造土堆，用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，甲犹大君王的宫殿，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阵，因要将我伫受气甲愤怒中间杀死的人的身躯堆满遮的厝，因为恁的罪恶满，我已经放杀这个城。毋过，我要互这个城复原，要医治城内的人，互因的空喙生肉过皮，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。我要甲受领的犹大人甲以色列人带倒转来，重建因的家园。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，佮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。因为我会缘故，这个城伫地上万国会得到欢喜、颂赞甲尊荣。为着安尼来出名，列国要因为听到我赐予这个城的人欢迎甲福气，拢惊畏我。上主安尼讲：恁拢讲这块土地是荒芜，无人住，无精生的地。毋过，趴远无人住，无人影，无精生的犹大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会阁听到欢喜快乐的声，婚宴喜庆的声，阁听到人带着祭物来到上主的圣殿感谢的声，讲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因为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最近伫新约，咱嘛拢说伫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青梅得到医治。搁一摆看见迄个会当看见的恩典，医治就是一种会恢复的意涵，恢复目睭的视力，
这种的期待就好若亲像以色列人，咱咧讲，无论是以色列国的人民，或者是犹太国的人民，因所期待的归回、重建，或者是讲咱讲搁再一次的欢迎，拢是一种恢复的期待，也是上帝所赏赐予以色列人上重要的应允。嘛是上帝的怜悯甲疼。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也记载着青梅得到医治的代志。因离开耶利哥的时，有一大群人对耶稣去，拄着两个痴迷的坐伫路边，听到耶稣对我经过，就大声喊：“大必的囝林明远！”群众甲因责备，叫因着点点。毋过因搁较大声喊：“主啊，大必的囝林明远！”耶稣就停脚叫因讲：“恁爱我做为着恁做甚物？”因讲：“主啊，阮爱目睭会看见。”耶稣就可怜因望因的目睭，因就随时搁会看见，就对伊去。搁一摆提醒，咱必须爱领受上帝的医治，互咱的心灵来得到恢复，会通看见上帝的旨意，毋是坚持家己的意见来行。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求你施大恩，互你的仆人，互我通遵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伫地上是出外人，求你毋通对我抗捌你的诫命。我不时迫切羡慕你的规例，羡慕到强要分去。你责备骄傲受咒诅的人，因迷路离开你的诫命。人对我的凌辱甲看轻，求你除去，因为我有遵守你的教示。统治者坐地参详要害我，毋过你的仆人在默想你的命令。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，是我的道士。恳求上帝医治阮心灵的目睭，互阮的心灵通得到医治。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，过一个圣洁的教会生活，互阮会通用互人得到利益做基础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